5月23佛誕假期，千人遊粵西。我要食黃鱔飯，我要去茂名摘荔枝，我要去陽江浸溫泉。5月份早鳥價3日只需要399。我哋團費唔單止平，而且食得非常之好。午餐有水鴨湯、白切雞1大隻，燒鵝半隻，客家豆腐、清蒸大鯇魚，仲有炆蓮藕。你睇下啲餸菜一啲都唔差嘅。晚黑我哋入住陽西嘅維納斯皇家溫泉酒店啊！酒店係2025年全新裝修過，酒店仲帶溫泉、無邊泳池，房間仲有大浴缸俾我哋浸浴，而且食宵夜行街都係非常之方便嘅。第二日出發高力士嘅鄉下高州呢度摘荔枝，據歷史記載啊，茂名嘅荔枝以前全部都係進貢上俾皇帝嘅，所以自古以嚟啊，我哋廣東嶺南呢邊都係荔枝之鄉，亦都有日碟荔枝生百粒，不辭長作嶺南人嘅美譽啊！唔知各位朋友中唔中意食荔枝呢？我哋荔枝係任摘任食，食得幾多睇你本事啦！第3日瞓到自然醒。我哋午餐品嘗黃鱔飯，全部都係現煲俾大家食嘅，飯香加上黃鱔嘅鮮香，哇！聞見都流晒口水啊！唔知有冇團友食過咁靚嘅黃鱔飯呢？食完午飯，我哋再去一個網紅景點打卡一下，咁就返深圳啦。我哋千人遊粵西，3日只需要399蚊。想要詳細行程嘅，麻煩下邊寫上荔枝呢2個字，我哋將行程信息一齊發送俾你。